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，歡迎登錄我嘅星球以及2026年首個牌卡解讀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宇宙為你喺2026年1月份所帶嚟嘅訊息。請先放鬆，靜一靜心，深呼吸一下，然後喺5張牌之中，以直覺揀選一張最有感覺、最吸引你嘅牌。如果你揀嘅係第一張牌卡，近期你嘅生活節奏明顯加快，整體能量帶住強烈嘅推動力，令你不自覺地一直向前。雖然你渴望將每一件事都處理得妥當，但係喺呢一股動能之下，你或者會忽略咗身心所需要嘅休息同調整。宇宙提醒你，請為自己預留更多空間，喺工作、家務同埋個人時間之間取得平衡，讓身心能夠真正放鬆，思緒自然會變得更清晰。當你願意放低部分不必要嘅負擔，你嘅能量流動會更順暢，內在亦都會更加穩定。可以嘗試為日常帶嚟一啲細緻嘅改變，例如選擇一條唔同嘅路線出門啦，調整一下生活節奏，呢啲微小嘅變化都可以為你帶嚟一啲新嘅靈感同啟發。揀第2張牌卡嘅朋友，近期喺人際關係上面需要多一分留意啦。周遭可能會出現一啲不太友善嘅聲音，或者有人背後挑動是非。如果你已經有伴侶，請特別注意外界嘅流言同不實評語，避免讓關係造成不必要嘅影響。要設立人與人之間健康嘅界線，喺照顧他人、支持他人嘅同時，你亦都需要先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同感受，清楚知道自己嘅價值同需要。當你站穩自己嘅位置，你就能夠從容咁面對外界嘅干擾。宇宙提醒你，必要時要勇於劃清界線，認清邊啲人與事係同你唔對齊，邊啲係會消耗你嘅能量，選擇遠離。第3張牌卡帶嚟嘅係公義同能量平衡嘅訊息，你身邊或者會出現一位男性貴人，協助你減輕阻力，並帶嚟支持同療癒。宇宙提醒你釋放對自己嘅苛責，令內在批判得以鬆動。當你以更輕鬆嘅方式去看待自己，你就能夠完整地整合內在力量，重新出發。請記住，你本來就係無限嘅，亦都被光與愛包圍。揀咗第4張牌卡嘅朋友，你喺工作上嘅努力正逐漸累積成果。如果你已經有計劃，而家就係適合開始嘅時刻啦。雖然初期可能會感到辛苦，但係只要你堅持，成功係會逐步靠近。宇宙提醒你對自己誠實，勇於表達想法，唔需要為過往嘅選擇感到歉疚。每一步都係你走向成功嘅重要部分。你嘅勇氣同努力會感染他人，並且會為你帶嚟支持。新嘅一年已經嚟到，第5張牌係邀請你唔好再停留喺過去嘅陰霾之中，讓嗰啲舊日嘅痛苦、批判同埋你認為做錯咗嘅事，隨住烏雲一同散去。係時候放低舊能量，迎接重生。你嘅靈魂正喺度呼喚你，提醒你，現在正係蛻變嘅時刻。切斷同過去嘅束縛，令自己自由展翅，飛向更廣闊嘅天空。唔再俾舊故事定義，亦都唔需要害怕新嘅選擇。聽日開始就係全新嘅你，帶住輕盈嘅心，迎向新嘅篇章。